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费用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去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要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今仔日的邀请这位贵宾，曾经是科技界的头人，不过现此时为着要保留咱台湾念歌文化传承生态，摒世走藏。台湾有真侪所在拢有伊的声音，阁有伊的形影。更加有台湾美丽文化记录的真情故事，因为台湾有遮侪可爱、认真、摒世、佮愿意实际行动的可爱的人，才有咱台湾文化的开花结籽。世界有台湾乡土的香味，那遮乡土的香味会遮尔啊香讲讲，咱真正着爱邀请这位台湾念歌团的叶文新老师。叶老师你好，惠勇老师你好，哇，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丹田就有力的叶老师，你的声吼赞赞赞，分享者你几岁啊？毋过这会济吼，卖无钱呢。但是吼，人生的过程啦吼，是一个足好的模范，所以吼，你一定爱先自我绍介，互咱的空中的好朋友了解讲吼，你伫倒位来的吼？是，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叶文生吼，对这个桃园、龙潭就来咱台南甲各位见一个面的，安尼开讲一下。咱的叶文生老师是伫北台湾吼，落来咱台南哦，分享月庆人生的故事。惠阳捌伫文学馆吼，欣赏到老师咧弹月琴吼，安尼遮尔啊，会使讲是足保留咱台湾的即个音乐的文化吼所以今仔日一定爱好甲老师绍介一下。所以老师，我足想要问你的啦吼，因为迄时拢吼，咱拢安尼来匆匆去匆匆就无用的吼，因为我感觉足好闲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科技嘛，吼，你是一个科技的人才，为什么伫退休了后要学月琴？是我伫学校是读理工科啦，理工的吼，所以退伍以后我就去电脑公司上班，我咧设计电脑。伫40几岁，离开电脑公司以后，我才开始学哆来咪。我想咱要学这个物件咧，吼，就是讲，阮老爸做田嘛，种田人吼。老的时，阮老爸老的时，我甲伊讲，你较早敢若有一寡钱啊，你敢知？电脑公司嘛，吼。对。我甲伊讲，爸，安尼啦，你田莫做啊，吼，恁囝饲你。但是问题就走出来，你敢知？我登去庄脚的时候，阮老爸就是坐点拄久啦。爸爸伫遐咧拄久哦。无就干母搭水果啦。食老。是。我就看着吼，看在眼里，我就想讲，哎呀，我食老不爱安尼啦。食老不爱安尼。我要来学一个物件，毋知啥物物件，我毋知。是。敢若乐器，啥物物件拢不要紧。是。食老时候，我有一个技能安尼。我若讲摕即个乐器摕咧来讲啦，来庙口啦，倒位吼，念一个，嘛真趣味，较袂遐无聊。吼，是讲月琴，你敢捌接触过？毋捌咧，我细汉的时住咧山顶，所以吼，细汉嘛毋捌看过。你唱月琴拢毋捌看过，你要去学迄个乐器咯，学月琴哦。所以我报名以后吼，我老师是洪水丁老师，是。洪水丁老师伊伫广播电台为着广播，是。广播伊讲要招学生来学月琴，是。拄这时间，我特别想要学物件，我就打电话去报名。是。报名以后，第一间上课毋着自我介绍对无？对。每一个拢讲，我足细汉就爱看歌戏啦，我会晓吉他啦，我会晓古筝啦，我会晓二胡啦。轮到我上尾个，你敢知？我逐项拢袂晓，所以我囥去上尾个。老师足够欠的。我就甲老师报告。老师，歹势，我先甲你讲一个。第一个，我袂晓唱歌。是。第二，哆来咪我嘛毋捌。你唱哆来咪拢袂晓，要去看慢学月琴嘛？是啊。我甲莫讲迄个五线谱啦。是。简谱简谱1、2、3、4，我就毋知呢。你即摆足厉害呢。讲第三点月琴，即摆以前我嘛毋捌看过。是。好你甲知啊，我老师洪水丁伊讲不要紧，我慢慢一步一步甲你教。我本来是甲伊讲，你若感觉即个学生囡仔这饭桶，你不爱教，你甲我讲，下礼拜我卖来就好。但是伊就甲我讲不要紧，
我慢慢一步一步甲你教。是是。所以我足感谢我的老师。所以洪瑞珍老师无甲你放弃，佮甲你鼓励。是是是。啊，你对洪老师学偌久啊？对95年开始学到这个08年，是是。洪瑞珍老师过身。对对。安尼算起来应该是13、14年。13、14当的这个时间。是。安尼你拢无欠课，你著欠课过。对对对，因为我较笨桶啊，我逐项拢唔捌啦，所以我一定爱比别人较认真。对。所以我对于学10几年我拢唔捌缺课，拢唔捌缺席。都唔捌缺席过。因为我叫人袂对啊，叫袂对你若无较骨力咧就免讲啊。无怪你遮厉害，为完全都唔捌迄个哆来咪，唔捌即个迄个音乐的即个基础的人。但是我听老师你咧迄个咧扭即个在弹这个乐琴的时候，咧弹乐琴的时阵，唱迄望春风啦、五更鼓啦、雪棉丝裙啦、放细调，这个歌曲你拢弹了足好的呢，你拢弹了足好，这就是安那学习过来的。这个过程，我咧真辛苦，你敢知？是。在唱谱的时候，我看到五，个翻译者变做嗦，看到六，翻译者变做拉，所以唱谱我根本唱袂出来。是。就是因为我真执着，我感觉这个物件好，我就是要甲学着。是是是。所以你若用1点钟的时间，我用3点钟的时间，比别人爱开足侪时间。无毋对。所以讲老师，你今仔日会当行到会当讲已经是国宝级的但是我知影对，我知影老师你足够欠的，但是你即摆已经是一个足有名的讲师，就是即个说唱艺术内底的讲师，就是即个乐琴教唱的老师，所以你是比别人较拍拼、较认真所得来的，对毋对？是。所以讲咱空中的好朋友，因为呢，叶老师伊退休了后，讲足惊讲若食老无姨娘，也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伊就家己去找即个理想，就去学一个乐器。因为洪老师无甲伊放弃，伊比别人较拍拼、较认真，所以今仔日伊较会当安尼，伫安尼咱的空中分享伊即个过程，即个故事足好听，敢是安尼？哇！咱先来听一首歌曲，互老师休困一下，等下过来听老师的乐琴人生的故事咯。树啊双啊枝哦，日头出来啊伊就满天红，放了那过去啊伊就是啊，放工啊伊就哎呦喂，希望啊。哎呦喂，行当啦小妹啊，伊着做，工人啊，你着哎呦喂。双啊枝哦，青春过了啊，伊就是车声。花言啊，脚语啊，伊就好听，你就哎呦喂，搁讲话哪有得听，哎呦喂，妹妹你着煮饭来洗，衫来甲阮听哟。树啊，双啊枝哦，直直规月啊，伊着热热
饲，大翁若嫁了伊着嫁，细翁仔你着爱摇话，平安月。约会啊，万法啦，不知影随无啊，何人做名就配啊暗无。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欢迎听众朋友搁继续回来收听咱今仔日台湾念歌团叶文生老师的说笑人生精彩的心声啦。因为讲惊食老会无二娘，惊食老离遐算时间，惊食老会离遐咧褪喙的斗，所以这个高水可爱的叶文生老师，月琴歹咧，四个咧爬爬走。用伊的声喉演唱着咱台湾上水的声音。叶老师啊，月琴学了了，毋是怎伫恁厝安尼咧练功的安尼好耍的呢？你是拢怎真正咧迷死迷乱安尼世界搁去咧传教呢？安怎较有这个精神呐？我拄开始学的时候，是因为我无音感，也嘛无节奏感。拄开始学的时，阮某甲我讲难听得要命，难听得要命哈。我甲讲一句话，什么话你敢知？我是凊彩讲的啦。是我甲伊讲，你现在嫌我弹得不好听，唱得不好听，我跟你讲，以后你要听我唱歌，你要买票哦，爱买票啊，才听得到。我是开玩笑甲伊讲啦。是啊，到这个差不多2000年左右，阮老师洪水珍大学生，阮几个同学哦，去帮杨秀清老师、杨秀清老师来庆祝70岁生日。对，啊，就去国家演奏厅去演奏。是，阮老师真好心啦，甲几个学生的名拢放在印在顶悬，83、85、我摕着迄个做票的时候，我转去放在太太拄仔顶，我常常歹讲，啊，转来是去看着迄张票嘛，是，顶悬因翁的名搁伫顶悬，足骄傲诶，对房间照出讲，真的嘞，哈，我甲伊讲，是啊，你看，听我唱歌要缴钱哈，所以讲其实吼。迄个师娘伊嘛足欢喜对无？啊，一个翁婿讲弹月琴安尼唱歌，会当伫迄个国家的音乐厅，人爱开钱来收听老师的歌声，这嘛足骄傲呢。所以我会甲我行过来即条路，是什么或者辛苦困难是什么所在？因为我拢拄过，伫即个05年我开始有人叫我去教，因为我知影即个问题伫什么所在，所以我就较有耐心。一步一步去教。我甲因讲啊，你看，像我五音不全，也无节奏感、无音感的人，我甲有一天，恁会知会做老师？是啊，所以恁的条件拢比我较好，恁拢会唱歌，啊，会晓其他人乐器，进步应该真紧。叶老师，你的精神多好，堪惠阳咧学台语同款，因为惠阳多当咧学台语，有足侪迄家字发音拢足沉淡。我伫咧学习的时阵，我着比别人较认真。就像老师你讲，咱用1点钟的时间，咱爱开3点钟。是啊，我怎安尼甲台语学起来的？所以咱两个拢是一个足好的迄个模范，一个示范，互大家听咧。较早有一句话叫“笨鸟慢飞”，我就是笨鸟，一定较早飞咧，慢慢飞嘛是飞到啦。阮人拢讲我戆虾啊，戆地。你会记哩，天公听戆人，天公听戆人，惠阳嘛是戆人啦吼。咱就戆的拄戆的。毋过吼，如果没有傻瓜，就没有遍地的文化开花。无这个花蕊吼，咱的文化的澎湃都袂四散。是啊，尤其是我来望到接触到这个领域，月琴以后我才发现有真大的问题。因为几个问题，第一个，即马少年的不要讲台语；第二个就是讲，
有这个能力的人，伫这个世界，伫台湾，全部几个人，愈来愈少啊。我了解一个就是杨秀卿老师，我叫苏妈，是我的老师的老师，是，伊即马82岁，佮第二个陈美珠老师，伊即马81岁。第三个陈宝贵老师，78岁，佮有一个彭丽玉，听讲60几岁，是，伊会晓唱，但是不晓乐器，听讲啦，毋知是毋是安尼，我毋知。是。另外一个就是王玉川老师，对，真可惜，伊今年过年了2月就转去啊，84岁，可惜的所在就是伊功夫咱拢无学传着，对，真可惜。所以讲吼，咱有足侪咱台湾足好的一寡文化，都是因为无交接嘛，无传承嘛。会使讲咱这老前辈吼，有想要放但是无少年的想要学。对，有人毋知要去倒位学，对，要放毋知倒位的人要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吼。老师你安尼会使讲吼，台湾专攻吼，安尼世界走踪吼，老师你有走过的所在，你即马阁有倒位有咧教？我伫桃园即马有3班的。是。台北有2班。是。宜兰社区大学有1班，伫三重埔社区大学各1班，伫这个台中沙拉遐嘛有1班，来甲中华市1班，即马拢总有9班，比上班较无用。对，你较早讲你的歌声无介偌好嘛，但是你伫迄落足侪迄有人的所在哦，甲迄个饼客啊吼，你可能头前吼表演嘛吼，对无吼？你所以你拢会甲迄囡仔勉励吼，拢讲吼，你免烦恼，不要紧吼，迄落咧表演的时阵吼，会当互你加减趁寡所费。老师，我吼。互你休困一下，等一下吼，我要请你讲吼，你咧表演的过程啦。为什么？因为迄家己感觉讲家己的歌声也无甲偌好，乐器安尼歹个，安四个去咧演唱，一定有足侪足深色的故事。互咱听一首歌，较个转来咱的节目现场嘿。
感谢各等来咱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听这位台湾念歌团叶文新老师安怎甲伊这个乐琴人生的故事分享给咱听。老师足够谦的，讲伊五音不全，音乐毋是足有道的人，有法度。足侪人行到的所在，安尼乐琴歹咧，安尼去咧演唱，啊，即个其中一定有足侪足互伊难忘的故事。老师，咱即摆毋得来听你咧讲故事咯。我有一个老气台，你敢要听？哈，老气台，老师，你已经是安尼足有道的，啊，你有啥物老气台的故事吗？敢有？我有一遍啦，去红水镇哈，是伊带团去高雄表演。对。迄天我是念即个歌叫做老福州的劝世歌。我来念歌了，互恁听你。你知影？本来有4个人要唱的啦，有4个人要唱。4个同学，一人唱一段。啊，迄天有一个同学吼，落跑去佚佗。去佚佗。啊，我心内就敢若有一把牙摇。为什么你会牙摇？要上台表演啊！你晓得会使走咧？对，所以伊个前奏就落去，噔，乐琴就放咧，麦克风举咧，走去台中开始唱，对头共唱到尾。本来4个人要唱的，我一个人共总包。你一个人共总包拢总唱。我这个唱歌是爽到了，足欢喜哦。是。哦，唱歌也好，唱完啊，要落台啊。是。我行到台边啊，搁差不多2步要落台。对。这老前辈或者陈美珠老师，伫经到头我打一个，我过来问讲，老师有啥物代志？伊讲少年诶，你拄则咧唱啥物东东？就是意思讲，你唱了无下伊的气口，还是无断调？我毋知啊。迄暗就带你旅馆啦。是。我就甲洪水珍老师甲斗啦。你甲老师斗？老师老前辈骂我，我老师讲，伊骂你啥？我甲伊讲，伊就骂我讲，文星，你对来唱啥物东东？你知洪老师安尼讲？叶文生，我嘛才要骂你，你到底唱啥物？东东。迄我歹势讲啦吼。是。我就感觉奇怪咧，是安那老前辈安尼讲，老前辈讲，老师安尼讲，我就去问我的同学叫做阿美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吼？是。老前辈、老前辈骂我，老师也骂我，到底啥物代志啦？伊甲我讲啥呢？文星，你实在有够咬的呢。我甲伊讲咬个叫骂。到底是什么代志啦？伊甲我讲，美国有一个华人或者走音歌王，唱歌拢会走音去。毋知啥物名，我毋知。这件代志我敢若知。毋过我毋知啥叫走音呢。你毋知影走音嘛？吼。伊甲我讲，我甲你讲，台湾嘛一个就是你。台湾嘛有一个走音歌哦。我问讲，啥物物件做走音啦？你毋知影走音？伊讲你毋知影唱歌有迄款起哦？我拄则甲你讲过嘛。我即个面后个打比较，我都毋捌学过音乐。是。迄乐理，莫讲乐理啦，哆来咪。所以个走音去，我根本都毋知。是。经过一遍，老前辈安尼甲我点者吼，我骂一个。尾后我这马上去问人，啥物做起，啥物做音，啥物做音高，啥物哆来咪，叭。甲袂甲迄个起当做咱咧锁匙的迄个起吧？是啊，因为我起你知无？我起知啊，起KEY 起。咱问嘛锁匙啊，起啊，共款起嘛 KEY 嘛。了解。啊，我毋知念歌有迄个音高文，搁一遍吼，伫即个台北故事馆伫边，我嘛有即马讲较歹听的小家庄，你敢知？老师讲，刷落来，咱邀请叶文星甲咱唱，嘛是劝世歌。我起嚟我就讲，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即摆要唱劝世歌。我对洪水珍老师学10几年啊，我即摆来开始唱。唱完以后吼，转来老师甲我讲，叶文生，我甲你讲，前奏你听无就好啊，想讲前奏甲你又会转来，无啦，对头到尾拢唱你家己的。你想要搁讲一句话哦？我甲你讲，后摆出去你毋通讲我家己的。这个故事嘛，足好算的。所以经过这遍以后，我嘛真感谢陈美珠老师，老前辈，伊甲我点了以后，我才马上去问人，什么物件起，什么物件做节奏，什么物件实在讲我毋惊人笑，因为我毋捌嘛。对。我毋捌，你教我骂，你若无骂，我根本毋知毋对伫什么所在。是。所以以后我就马上去请教人。是。经过我安尼这几年来，进步真济。
对对。所以你嘛是足希望讲用你的实力，安尼鼓励个勉励咱遮要学习的人，咧学即种较传统的物件，毋免惊，你得爱去找找原因的所在，敢是安尼？是，我时常会甲我过去即个闹开代志，我讲互学生听。我甲伊讲，你看，也无勇敢的人，无技术干的人，学到有即工会做老师呢吼。你对恁来讲，一定无啥物问题。咱台湾的这较传统的这文化，啊，个教育遮的艺术的好功夫吼，就是爱考，毋免惊歹势。第二就是安那做工人的工工，人用1点钟，咱用3点钟，啊，个上介重要就是爱敢去表演。老师，你有捌去过倒搭安尼表演啊？无啦，我第台北吼街头艺人嘛。是。考着以后，你知影要去街头去唱吼。嘿。无胆毋敢出去，你敢知？第一遍去迄个做星光三月头，百货公司的头前，我家己一个毋敢去，惊人笑咧。甲你去食咧。是。阮3个同学去，迄个互人乐捐筒吼，对，毋敢囥喺头前，毋敢囥头前，差20几公尺迄个所在。伊讲去唱2点钟，是，3个人收入吼450块，400啊，现在开450块，因为恁无啥干，跟钱啊，那功夫无好啊。是，450块，3个人一个人150块，是，我着乘车90块，剩60。好，刚才无了钱啦，无了钱。这第一遍是，所以慢慢就有经验到这么来，我感觉就袂歹。去外口唱，你若讲1点钟、2点钟，个1、2千、2、3千也有咧。安尼所谓油钱就有啊嘛吼。对啊，所以讲吼，今仔日老师来吼，等下来分享你你弹乐琴演唱的歌曲，互咱的空中的好朋友安尼来欣赏，敢好？好，无问题。哇，咱今仔日就有好去的，咱咱们去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啊，咱暂等休困，较来听老师伊安尼伊的歌声演唱，互咱的好朋友来甲听。来哟，棉枝花粉，粉有香，花有红。姑娘啊，赶紧来买网，装水水，通互你嫁好翁。花色有胭脂花粉兼紫色，姑娘啊高官毋免坐，毋望你会当变成阮的主顾客啦。玲珑玲珑袂杂色，第日头甲月娘裤。说，走遍街头甲巷尾，无啉一嘴茶啊，拢是为着一家的大细。尖山天衫无裤的，免惊寒。人生亲像要作死，好歹加减。
拢恁拢袂杂细，花色有胭脂花粉兼自细。姑娘啊，高官毋免坐，毋望你会当变成阮的主顾客。恁拢袂杂细，地日头甲月娘哭细，走遍街头甲巷尾，无啉一喙茶，拢是为着一家的大细。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感动的故事，一步一步，就咱空中的好朋友，用心肝，听咱台湾人拍拼的好名声。咱今仔日真欢迎，嘛真感谢台湾念歌团叶文生老师来到咱的节目当中，分享伊的人生故事。尤其老师今仔日非常甲点一首歌。就是咱伫即个台湾念歌上界特别的流线调。这首歌曲会使讲离月琴若弹落去迄规个人都拢会怎安尼足欢喜起来，足热烈的。老师分享互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来听看觅。我特别唱这条歌以前，我简单小讲一下。好，这个谱是敢若讲安尼啦咪嗦咪嗦所以呢。真侪人会去甲唱做单山野山袂起身啊！单3-5年的故事对毋对？是。那你像老前辈就甲哭落去啊！哭落去，为什么会哭落去？伊讲单山野山，拜托你。伊野山。野对一支山。对野山。对，野山会变野山。伫咧唱台湾歌的是爱照台语去唱，对，使照谱唱。是爱因为台语有声调，声调若毋对，就顶打去，就亲像咱若老皮也是老皮。对。所以尤其即首流线调内底伊有迄个单3-5年的故事嘛迄个野线是野雨线对无？你若野雨线野无好势，讲野山山是用野的即写功夫就不止也好啊咯好来。这个流线调是大家人甲我听看觅。嘿，今仔日咱嘛足欢喜的有一个吴国文老师的卡仔弦来伴奏咱真正空中的好朋友来耳孔也来甲听来咯。单山野山袂起身啊，野村老山对后面伊，请问啥个伊啊落伊，请问啥个是那愿因，你着啊对我来说分明，你哪还摇在摇？落花有意心坚定啊，就随却对我无情意，我在为了
落伊呀落伊，我在为落伊何应？我不用啊，为用应错亲的那海爹的爹。江虾歌咧，哇，老师，你无简单呢，演唱甲这呢丹田安尼遐大把。哦，老师，这若无人讲诶，没有两把刷子，袂使黑白唱哦，这真正无简单。讲故事你听无？是好，我最爱听故事。2年前毋都有一个太阳花学院？对，我嘛有去呢。哦，真好。刚我去现场嘛，哈，是，我就找遐少年小朋友，嘿，遐囡仔，我来唱歌，互恁听无？哎，你敢要听？伊讲好啊，好啊，但是你要等哦。我甲讲不要紧，我就等。暗时12点去到位啦，哈，甲伊讲完，我就去边仔等到特别天光3点半。遐晚？3点半透早，老师轮到你啊！我都讲好啊，伊讲小可问啊好啦。去哩，我唱歌唱到这个时间吼，迄场上侪人听，差不多3-4万。哦，所以你伫所有的表演场当中，你感觉上界公营、上界欢喜，就是迄场。你了解吼？是现场是一阵人为一阵安尼一个讨论，一个讲，我有人伫咧困吼。我伫内顶安尼，我本来想讲唱一条款式歌，老早办的款式歌，唱完就好。我一唱落去吼，拢点去，因为音响足好，音响足好。我唱歌大声，是你唱落去吼，伊甲人讲，哎呦。迄真是啥物人啦？是，唱完我徛起来敬礼，我准备要落台。是，下骹讲甲我发，uncle，我就去坐落去唱一条满地歌。满地歌哦，老师，若满地歌佮唱落去，真正感动呢。满地歌，迄条就是我念歌唱到这个时阵吼，我感觉上侪人，上介侪人听。是。所以当阵你去演唱的时，看着遐少年啊，遐認真咧聽的時，你敢有感動着？是啊，伊聽有聽無我毋知，因為台語吼少年是，就是伊感覺這旋律啦吼，這聲，伊講哎，毋捌聽過，漸甲我聽誒。这首滿地歌，咱是毋是老師？因為那個唱完偏芳一下。本來就是講來念一個小花燈，攏 OK 啦。是，好，咱來聽小花燈。較有聲念歌。是。拄則這嘛單三五娘。對，這單三五娘。小花燈嘛是單三五娘內底誒。老師今嘛要來彈唱，互咱聽，咱今仔就有福氣哦。來，一天過了又一天。辛苦无息转线，走去溪啊洗三遍，头是活鱼数万千。讲哎呀，你若遐无卫生，哪毋洗身躯？无啦，公主啊，人我就唱歌五路啦。好安尼是哦。公主啊，戏拄开始，你嘛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人才捌你啊。在下啉滚水正是啊，公主啊，你落伍咯。人即阵的人，咱嘛啉咖啡、啉可乐，上无你嘛啉泡沫红茶，抑搁你啉滚水。迄两边来，我这报我的名，我这啉名滚水，名到这到底哪个啉滚水呢？安尼是哦，我是一路仔，我叫做啉气空的啦。讲的啊，我心情有准，我实在有够无聊呢。公主啊，你心情有准，你无聊，安尼上介好。今仔日是正月15元宵暝庙口一个大红花灯，咱来去赏花灯啊！因江门真侪水姑娘啊去看，这个无诶，毋那水姑娘哦，参豆啊婆嘛真侪呢。安尼赞，无定连我米粉青，我娘啊伊也去看。讲的啊，安尼咱来去赏花灯啊！好，公主行，来去啊！元宵送来喜相关，家户户庆团圆，庙口花灯把把关，未看姑娘。我心愿，
我心愿。今夜就是小过年，庙口花灯满满是，人来人往真趣味。叫声公主紧来去啊，紧来去。哇，够赞的啦！感谢老师吼，分享这么啊好过去的这个文化。老师，您敢有机会过来敢好？是啊，我真欢喜，真欢喜哦！啊，因为咱节目已经来到尾声，咱先甲咱的空中的好朋友吼，安尼讲一声，再用娜再会啊吼！听众朋友再会。感谢老师嘿，多谢。50年前的迄一天，人甫仔讲要甲阮来介绍翁，害阮歹势，想着阮家己正经会晓的是无半项，东望的。迄一天，三哥讲要来听谈阮一世人，新婚这一天，三哥惊阮的烦恼翁，为着爱，伊离开了金矿坑。依然写的。家人讲，竟是咱18个海港，空山的春天，是一片白茫茫，等待你的心，是一冬过一冬，阮无怨叹，因免注定你一人。无奈今生，咱斗阵这一天，阮无怨叹，因免注定你一人。无奈今生甲你斗阵这一天，为你唱歌一世人。写的家人讲，竟是咱18个海港，空山的春天，是一片白茫茫，等待你的心，是一冬过一冬。一人，无奈今生咱斗阵这一天，
一天，为你唱歌一世人。阮谁知笑家己是戆人，到有影天公伯啊，真正会疼戆人。伫人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咱敢是定定会去拄着阻碍，碰着困难。毋过，若是意志无坚持，信念无稳定，永远会互一时的累积就来放弃。安尼生活中的搭搭比比的代志，要安怎顺心圆满去应对咧？伫今仔日甲叶文生老师的开讲当中，费用深深体会到，咱拢会老。有一天，咱若是食饱等时间，看日头起落过生活，安尼草踏生命的灵魂，真正着悲哀咯。咱敢是应该趁还阁在人头壳健康、身体健康的时阵，赶紧规划未来的生活。想要过什么日子？画图、写大字，也是唱歌做志工，真侪活动，就等咱家己去安排咯。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